镜头稍等的台湾，来看台北市西门町的三亚拿大楼，半暝2点外火烧厝，导火点伫咧7楼，这个火烧到半天红，遮的住户200外户，有袂少人是攻破玻璃化救人。大火烧1点外钟得到控制，总共5个人抢着伤送病院，讲真有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 西门町的西亚拿大楼7楼发生火警，火现场拢全乌烟，消防队迅速赶到现场救火。徛街甲办公混合的大楼里，至少200户的住户需要疏散。这受困的住户紧甲窗仔拢互破，也有体质白色厝警甲民警因人注意等待救援。半暝2点外火烧啊，住户拢惊到，穿困衫直接冲落来。最后，这件火警造成5个人受伤送病院。 当时候各楼团队很多人都人员待救，陆续疏散了64人，救出是12人。来到火灾现场，这引起火灾住户讲应该是电线烧拍电，才会造成火灾。就烧起来，烧拍电啊，眠床卡烧拍电啊，眠床全烧的。伊讲是眠床的电线向阳全烧起来，火调科嘛来到这现场采证，厘清真正导火原因。 一栋西亚拿大楼因为是自相混合的，内面的偏数单价经套房多，好在消防队全力救火，速度紧，才无造成严重的伤亡意外。